哇，真係估唔到，搭巴士都可以搭出個救人事件。今晚同大家講單勁溫暖嘅新聞，就係有城巴車長喺公路上竟然臨時改道，成車人兜咗去大埔那打素醫院，唔係行錯路，而係為咗救一個突然抽筋嘅 BB。呢單嘢喺網上瘋傳，網民激讚車長果斷，但同時都有人擔心，咁樣改路會唔會被公司照揮？今集歡樂世界就同大家一齊拆解呢件事背後反映咗啲乜嘢香港精神同制度問題。上星期五晚，一班城巴 79X 往皇后山途中，有嬰兒突然抽筋，車長當機立斷，將巴士直接駛往大埔那打素醫院，全車乘客配合，事件獲網民大讚為好人好事。事發嗰陣，車長喺吐露港公路得知有 BB 抽筋，佢冇跟死程序停低等救護車，反而改道衝去最近嘅醫院。乘車客原本以為司機行錯路，知道真相後都體諒，最後 BB 順利落車求診。城巴事後感謝乘客合作，話會了解事件，網民就力撐車長，話救人緊要過跟指引。呢單嘢睇落簡單，但其實反映咗幾個好值得傾嘅層面。首先，車長嘅決斷力真係冇得頂。你諗下，當時係夜晚10點幾，巴士行緊高速公路，如果要跟足標準程序，應該泊埋一邊等白車，或者揾個站頭接應。但車長選擇直接改道去醫院，明顯係判斷時間緊過一切。有網民計過，由吐露港轉落大埔5分鐘就到那打素，但如果等救護車調配，再喺公路接應，隨時拖慢10幾20分鐘，對一個抽筋嘅嬰兒嚟講，呢段時間可以好關鍵。車長呢種以人為本嘅應變，正正係香港前線人員嘅專業同良心表現。但點解咁多人會擔心車長被罰？呢個就關乎到成個制度嘅彈性問題。香港好多大型機構，尤其係公共交通，為咗保障安全同避免責任，往往設定咗一堆好硬嘅指引。試諗下，如果車長跟程序停低等白車，結果 BB 出事，佢可能反而唔使孭鑊。但而家佢破例改道，就算救到人，都有可能被指未依從指引而受處分。網民嘅憂慮唔係冇道理，因為過去真係有唔少例子，前線員工做好心反而被秋後算賬。今次城巴回應話正了解事件，語氣似乎中性，希望最後唔係只係聚焦喺有冇違反守則，而係肯定車長嘅判斷同勇氣。再講，成車乘客嘅反應亦都好值得鼓掌。依家香港社會成日被人話冷漠，但今次成車人冇抱怨兜路，冇埋怨耽誤時間，反而體諒同配合，事後網上更一片撐車長。呢種民間互助精神其實一直存在，只係往往被負面新聞蓋過。事件入面，乘客同車長之間嘅信任好緊要，車長肯為 BB 冒險，乘客亦肯支持，呢種默契正係城市溫度嘅體現。從管理角度睇，城巴同其他公交公司其實可以藉呢件事反思下，指人係死，人係生，係咪應該俾前線更多酌情權？尤其涉及緊急醫療狀況，係咪一定要僵化等救護車？外國已有唔少案例，巴士、的士司機直接送急症病人去醫院，事後獲公司表揚。香港嘅機構文化有時太怕孭責，反而窒礙咗人性化應變。如果今次城巴公開讚賞車長，甚至修訂指引，加入緊急醫療改道嘅酌情條款，唔單止提升企業形象，亦能鼓勵更多前線人員勇於救人。最後，亦要讚揚香港嘅醫療配套同地理位置。事發地點近吐露港，轉去大埔那打素好快捷，反映香港醫院網絡嘅密度高，呢點對急救好重要。當然，有人會問，如果巴士行緊屯門公路，附近冇醫院又點算？所以長遠嚟講，公交機構同消防處、醫管局可以加強協調，制定更靈活嘅緊急應變方案，例如培訓車長基本急救知識，或者設立即時通報機制，等車長可以更快得到專業支援。總括而言，今次事件係一個美好示範，車長果斷，乘客包容，機構回應尚算迅速。但亦揭示咗制度僵化同前線酌情權嘅矛盾。香港唔缺少好人好事，只係需要更多制度空間去容納呢份人性化判斷。一句講晒，今次城巴車長救嬰事件暖透全港人心。佢嘅果斷同乘客嘅體諒，證明香港人仍然有熱血有同理心。但暖心事背後，我哋更要思考點樣讓制度支援前線，而非窒礙救人。希望城巴唔止了解事件，更會公開表揚車長，甚至檢討指引，俾員工更多酌情權。社會需要多啲呢種正能量，亦需要更靈活嘅規則，讓人情味同專業可以並存。好啦，今集歡樂世界就講到呢度。呢單好人好事係咪令你都覺得心暖暖？記住訂閱、點讚、分享、留言話我知你覺得車長應唔應該破例改道。下次再同大家探討更多社會熱話。拜拜。